Hello， 阿 Queen。Hello David。今日我哋飲杯茶。其實咧，我哋英國樓都做好多啦。咁我哋發現咧，啲客人咧，籠統嚟講咧，有3種情況啦。第一種就係真係會過去退休嘅。第二種咧就小朋友讀書嘅，第三種咧我哋見到一啲叫 young professional。雖然有唔同嘅情況、唔同嘅要求啦，其實佢哋都不外乎都係希望最後要揾到一個地方真係叫做安居嘅、落腳嘅，就唔係話今年住呢度租一租，跟住再轉地方。你點睇法咧？你講得啱啊 ，David。最近咧我都有一個成交嘅個案，咁就係即將退休嘅香港人嚟嘅，佢哋揀咗個單位咧係喺 Watford The Exchange 嗰個樓盤度。咁點解佢會揀呢度咧？其實呢一對夫婦而家仲有工作做緊，但係即將退休。年幾前咧就已經係去咗英國做嘢，佢哋咧就係租咗一個地方咧，佢哋而家覺得住落咗之後咧就會比較嘈雜，就唔係好適合佢哋嚟緊會退休嘅 planning。變咗咧考慮一樣嘢咧，就係如果我再續租喺嗰個位置嘅話咧，都會擔心業主可能有其他嘅要求，增加咗佢哋嘅壓力。反正都係要長期居留喺英國㗎啦，咁佢哋不如買一個單位適合自己，仍然仲有工作嘅，佢又可以去做貸款，價錢咧都非常之合適佢哋嘅要求。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揀咗呢個地方咯。其實即將退休嘅朋友嚟講，都會諗一樣嘢，即係趁住而家有份工，無論我租樓又好，供樓又好，我最緊要有收入證明，俾到 credit 出嚟。咁所以你個客咧，其實而家叫做喺英國一段期間啦，就叫做揾到自己想住嘅區去做呢個決定咧，我覺得正確嘅。係啊，我個客人咧就係揀咗呢一個地方咧，非常之適合佢哋嘅退休。但係咧，我哋另外咧有啲客戶咧就係有小朋友嘅，咁佢一埋嚟咧就會同我講。Watford 呢笪地方咧，校網點㗎？治安好唔好？咁樣問，咁我亦都好快咧回覆到俾佢哋咧。其實 Watford 係好多綠化嘅地方嘅，對於小朋友同埋家庭喺度生活咧，絕對冇問題，治安係非常好，而且咧學校揀選嘅咧都有好多 outstanding 嘅優質中小學係俾佢哋去參考同埋入學。其實我做過少功課，第一樣嘢咧個樓盤咧個交通非常之方便，半個鐘頭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去到，周邊亦都好多好嘅大學，再加上嚟講喺本地嚟講咧好多好嘅 grammar school，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小朋友嘅因素去揀呢個樓盤咧，絕對係成立。係啊，專業人士咧都會揀呢一個嘅樓盤嘅，個原因咧就因為佢個價位咧比起倫敦樓價咧係平一半，咁所以咧年輕人咧就係儲錢啦，咁早啲上車，咁將來轉手嘅時候咧佢可以換個大單位。唔單止係專業人士，咁其實咧投資者咧都好中意呢一個樓盤嘅，因為當地嗰個租務市場係非常之熾熱嘅，因為有好多大嘅企業咧就已經係落戶咗喺 Watford 度，例如咧 KPMG 啦，同埋係華納嘅電影公司。哦，咁怪唔到啦，因為我知道咧呢個樓盤咧匯豐銀行都買咗2支嚟收租，咁啊應該租務回報一定係吸引啦。咁我知道譬如係細單位嘅都有6厘回報，大單位嚟講都有5厘幾，怪不得機構投資者又好啦，或者啲散戶咧都會買嚟投資。做一個小總結啦，買得 Watford 嘅人咧，其實而家我見到香港嘅客戶越嚟越多啦。咁其中滿足到我哋頭先講3類型嘅人士嘅要求啦。第一，本身個盤係大社區啦，配套齊全啦。咁因為其實香港人都想方便啊嘛。咁我知呢個盤嚟有成1000套嘅，入邊有繼續發展。咁其實個盤咧就繼續增值緊。咁生活配套齊全啦。咁另外啦，校網必然係即係滿足到有小朋友嘅家庭啦。咁校網好，咁通勤時間方便，因為有啲朋友都要打工㗎嘛。咁但係我又見到一點喎，Watford 本身喺當地咧，其實好多就業機會，同其他英國嘅城市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都幾正面，因為其實有啲朋友仔可能都希望喺自己住嘅城市咧揾工，咁啊最好嘅。咁其實呢個盤咧又俾到出嚟。咁當然啦，最後一類咁作為投資者嚟講咧，都希望就話我投資個物業短期內個租金回報理想。如果你講緊5至6厘嘅，呢個回報率係吸引嘅。咁即係短期可以收租，長期咧個樓盤再升值咧，就真係叫獲利嘅。咁你點睇咧？係啊 David 你講得好啱啊 The Exchange 呢個樓盤咧係喺當地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型嘅屋苑嚟嘅，咁即係證明咧佢個升值潛力都好高嘅喎。其實聽完阿 Queen 咁講咧，其實 Watford 呢個盤嚟講咧，我諗最適合有啲朋友仔預算佢又唔算太高嘅，戶型方面咧又多選擇。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話，因為英國咧都好多盤啦，有陣時有啲朋友仔真係花好長嘅時間不斷睇盤。我自己覺得盤咧就未必有最完美嘅，但係最緊要適合自己，因為其實我哋所有嘅朋友仔個家庭背景都唔一樣，有小朋友嘅要求，可能係 young professional 嘅，咁佢有通勤嘅要求。當然咧，有啲退休嘅朋友仔亦都有預算嘅要求。
咁都係嗰句咧，揾到一個最啱自己嘅時間入市咧，我覺得呢個就係明智選擇。係最緊要係啱自己。要過英國生活咧，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嚟嘅。咁但係我哋好專業嘅人士咧，會俾到唔同嘅意見你。咁所以如果各位咧有時間嘅話咧，嚟緊禮拜5、6咧，可以過嚟晏晝，我哋一齊享用呢個精美嘅茶點啦，同埋揾專業嘅同事咧幫你講解你想知嘅英式生活係點樣。好啊，咁啊，到時見咯。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個風險先好買。